你好，我係曾啟倫，喺聖博德學校讀5年班。2年前開始，我就喺呢個球場度練波，每個星期都參加球會嘅練習同埋比賽，令我知道 cross-cultural understanding 嘅重要性。因為呢個球會有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人，呢度嘅教練有印度、美國、英國、西班牙人，而參加嘅小朋友都係嚟自唔同國家㗎，有香港、印度、日本、中國等等。我哋一齊學踢波，一齊比賽，大家由唔相識到明白大家背景唔同，知多啲，踢波嗰陣格有格好啲。呢個就係我覺得 cross-cultural understanding 嘅重要嘅地方。就係咁，當我知道呢個故事創作係關於 cross-cultural understanding， 我就即刻諗住用足球嚟做故事嘅主題。故事講4個嚟自唔同地方嘅少年足球員走埋一齊打聯賽，因為大家唔熟習對方地方文化，令到大家本身響各自地方都係好勁嘅球員，結果走埋一齊就踢到亂晒龍。後來大家去了解同交流各自國家嘅獨特文化，去理解包容同揾出大家嘅強項，學出新招式，最後贏到冠軍。我喺呢幾個月上咗啲課堂，教點樣運用 AI 程式嚟幫助寫作，有啲用嚟寫作故事內容，有啲用嚟生成插畫，仲有影像甚至聲音生成等等。我就運用返呢啲知識喺成本電子書嘅設計，從故事內容嘅優化、插畫嘅設計到後期製作， AI 都係我嘅好拍檔。我哋一齊去透過故事創作宣揚 cross-cultural understanding。呢本就係我整嘅故事書啦。佢呢個講述有香港嘅龍舟，有印度嘅煙花，日本嘅櫻花，同埋中國嘅太極，組合成為一個叫 Harmony Storm 嘅超強戰術，帶領佢哋去到冠軍。呢個就係我嘅介紹內容。如果大家想睇嘅話，就快啲嚟睇呢段片啦，呢本書啦。拜拜。